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好发》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我们要来学做料理喽！今天呢，你要做的料理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喜欢，就是这个马萨巴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客家话，也就是虱目鱼。虱目鱼的客家话就是马萨巴，到底要怎么煮这个马萨巴煮汤呢？好，现在我的水已经煮滚了，待会呢，我也已经先把姜放下去，让它煮出味道。你看这样滚滚的水，我想到刚好可以教大家一个形容词，也就是很烫。很烫的客家话讲起来很可爱哦，就是叫做烧漉漉诶，烧漉漉诶。好，我把我的秘密武器，也就是凤梨豆瓣酱一起加到我们汤头里面去。好，我把我们的马萨巴放下去喽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趁机来学一整句的客家话，就是鱼汤很烫，要小心喝。这句话就是叫做唔通烧漉漉嘅，食嘅時節愛洗耳。唔通燒漉漉嘅，食嘅時節愛洗耳，真的要很小心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待会呢就来请试吃员帮我们试吃看看吧。今天呢，请到我的美女试吃员，你喜欢喝鱼汤吗？还不错。那你是客家人吗？不是，太好了，我最喜欢找不是客家人挑战讲客家话。你先品尝看看，还 OK 吗？还不错哈。今天我们学这句客家话有点有趣，就是要提醒人家说鱼汤很烫，要小心喝。这句话的讲法就是唔通烧漉漉嘅，食嘅時節，食嘅時節愛洗耳，愛洗耳。你剛才有沒有念到這個燒漉漉嘅？感覺那疊音還蠻可愛的。其實光是燒漉漉嘅啊，這個的意思就是很燙。謝謝你，這就給你獨享了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一起學做這個虱目魚湯，非常好做，而且呢也非常營養哦。當然了，我們認識新的詞，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虱目魚，馬薩巴，馬薩巴。第二個呢，學到形容詞就是很燙。燒漉漉嘅，燒漉漉嘅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就是魚湯很燙，要小心喝。唔通燒漉漉嘅，食嘅時節愛洗耳。唔通燒漉漉嘅，食嘅時節愛洗耳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我們下次再一起來加油嘍！拜拜。